非常开心来到你们家里，要说的大事，进去你们那个家里带过来要说的那个教导，就是第五课的教导。我今天的题目就是那个证明一下那个耶稣这些都是假名。今天我们来证明一下这个。问大家好，让我进去你们那个家里，把这个教导进去你们那个家里那里。那我再问一下，再问大家好，就是你们那里跟随着和收看要说TV，然后在那个网站要说RTV.com，我在问大家好。真的，我非常高兴呢，进去你们家里，为了做给你们那个证明呢，那要说的大事进去你们那个家里嘛，我发现要说的那个人质会到你们那里。今天就是第五课教导。你们在美国那里。真的有许多人跟随这个教导，由于这个互联网电视，我们在马达加斯已经听见了看见了，但是你们哪里在那个其他国家，我就让你们知道了。现在就是那个直播教导。然后有人把翻译这个教导，就都是在那个网站 RTV 要说，有人把这个翻译法语中国话英国话都有，那你们自己教吧。下一次我们还要把这个翻译俄罗斯语和德国语，那你们那里都现在已经跟随了，就别忘了在那个网站是 RTV 要说.com， 现在就是那个直接教导有英国话，有中国话，有法国话。一直是那个有人把这个教导翻译了。那我们马上看一下，今天就是第五个教导耶稣就是那个证明有什么证明呢？很清楚了嘛。所有的人在这个地球上都就跟这个耶稣都是犯罪的人呢，然后自己说。他们那里都是犯罪的人，不是对的耶稣，但是除了他以外，就是那个阿拉伯的上帝，中国的上帝，印度人的上帝都不会除掉罪恶，因为。我们来说这个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有那个上帝呢？所有的上帝除了一位要说都是假的上帝。我已经教过你们了，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要说的名字在那个圣经上？我已经教过你们这个，我们有什么证明呢？有什么证明呢？因为这个耶稣是假名字。今天我们就是你先跟随下好几个教导现在我们的行动就有变了一次有好几个教导，那你们在微国那里自己挑一下，因为这个就是那个
为了你们看一下这个，少看一下在那个网站要刷TV。如果说你一看见这个图片，就你自己调一下要刷 TV， 在有关上就你可以自己调哪一个语言呢？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为了你们那个其他国家，为了你们会转过来那个真正的上帝，就是那个上帝创造过你们了，因为你们那里说了，你们那里都说了是救人的，那你们没有跟随这个真正的上帝，就是那个创造主。如果说你们跟随过他，就你们不会再犯罪，因为我教过他不会听祷告救人。我说过了，耶稣自杀是假的，这个是骗人的，不是他被钉着在十字架上第一个证明呢，按照那个上帝的话。因为我来年马语圣经呢嘛，就按照那个圣经呢，这个上帝真呢不会听那个主人呢，去那个他们那里跟随那个耶稣，也许都是主人的，那他们那里都没有跟随过这个上帝，就是那个创造主。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我慢慢来念圣经了，然后他们那里有时间翻译。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长久，耳朵并非发睁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他仰面不听你们呢。那上帝的话很清楚了，他就不会听那个罪人呢，因为你们先看好，你们那里都是罪人的，那没有上帝听你们的祷告了那个话比较直接的，你没有什么权利为了你没办法安排上帝为了听你讲。我们看一下在那个罗马书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罗马书那个是在哪啦？罗马书第9章第20节，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9章第20节。我们就是看一下，就是那个从那个第20节开始，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想生讲罪呢？那在这里，有的人竟敢想生讲罪呢？他说你是谁呀？稍早至吾岂能对早大的说，你为什么这样找我呢？因为你是创造我，你不可以这样子对他说，就是那个对那个造物主，你不可以给他挑个毛病呢，你不可以反对他，他一说的话就你把
你的嘴那个关掉，然后你要遵守他说什么。我们继续第21章，要讲难道没有传明从一段你里那一块做成规整的器皿吗？因为他们用烧那个做那个锅和那个其他的东西，那个装造煮的，就是这样子嘛。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这必不知后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按照那个上文节，我们来查一下。为了，你们那里多，应该知道了，要跟随哪一个？民数记第20章第19节，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那个评为你没什么权利反对这个上帝，就是那个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神非人必不知说谎。这个真神呢，从来没有说谎，他一直说真话。他一说了，他不听救人呢，就你没有什么权利抗拒他。他说定了，我不听救人的祷告，就没有办法。也否认着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这心呢？他一说话岂不照这心呢？他发扬岂不要拯救呢？他一说的话就把那个应验了，他不会又变了。那你们不可以这样的说，没有啊！你们先看一下他的话。我们往下去定一下，不要那个吩咐，你们有什么权利吩咐上帝？为了听你讲，按照那个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9章第31节，约翰福音第9章第31节，奉要说的命。我们知道神不听救人，唯有谨防神旨意的，神才听他。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是救人的，就他不听你，他喜欢就是哪个人呢？会听大家，会遵守他说什么？哪一个不是在犯罪？在哪里你不再犯罪呀？因为上帝不听救人呢，那他听不救人呢？你们那里就叫这个耶稣结束我已经做个证明呢，上帝不听你们讲，如果说有听你们呢，就是魔鬼听你们祷告。我要备注一下你们多可以问我，如果说有提问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智宝在巴西那里就跟我们那个联系，我记住了，在巴西国家那里有1000个多人呢，跟随这个在德国、法国那里也有，加拿大也是。如果说你们那里有的提问题，就可以发给我短信了。
为了你们会到达那个真正的上帝的那个地方。我不是来自要占据你们的肉啊，我的路程就是要占据你们的灵魂呢。为了带他到我们那个亚法圣父那里和那个亚乌书那里，因为上帝的话在这里说定了，打不定，生不定救人呢，然后你们那里都是救人呢，你们没有什么办法把那个立刻改掉，因为这个是国际的，你们那如果上帝不听你们的话，谁听你们祷告就是魔鬼呀！不管是你们做什么，做奇迹，按照那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就是那个为了你们那里，你们先听耶稣这个耶稣的话，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7节到第10节，因为拿普法的营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因为你不遵守要说的话，就是真正的上帝，那你们那里都没办法把那个罪恶除掉了，违背上帝的话，那你就是救人呢。那我们继续，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拦阻的被除去，第8节呢，那是这不法的人呢必显露出来。那按照上帝的话，这些不法的人呢，主要说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那要说要用口中的气灭绝那个救人多，因为要说会那个把除掉你的罪啊，会把那个。因为那要说会把你灭绝了，你说定了我是救人了，那你先准备好因为主要说要用口中的去灭绝你，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如果说他来的时候你还在了，就他会把你这样子就做的。第9节呢，因为你是救人呢，那你们那个上帝那里是罪人呢，那他们有什么权利把除掉你们的罪？这部分的人来是找撒旦的运动。那这个假上帝的那个人类是找上当的运动，新各样的也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他们会做奇迹，他们那里那个魔鬼在后面，然后他们都是救人呢。那耶稣也许多让你再犯罪呀。那所有的人都跟随耶稣和那个耶稣都是救人，他们会做那个启示，他们是照撒旦的运动，新各样的应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那他也就是什么呢？他
他们那里做那个奇迹，就是跟魔鬼合作。他们那个先给你做，先给你找奇迹，却这个是来自魔鬼。那谁找过这个奇迹？这个就是那个来自魔鬼。第十节呢，并且在那正路的人身上，像个养猪不义的，故在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呢，使他们得罪。跟随我说过了，跟随这个真上的上帝，就不会再犯罪。那他们那里说了没有啊？我们在天上必须被试了，因为会下雨了，没有啊？那下的呀跟你说先听这个真话，因为上帝说定了，打不定主人呢有什么那个备注怎么分出来，就有这个罪恶的话，有那个罪恶的话，就是主人呢真正的那个契机和意志，就是不会让人再犯罪呀。那你们那里是来自魔鬼？如果说结果的话还在犯罪呀，你生长的时候就在犯罪呀，那你在犯罪呀，你在犯罪的话是2倍呀，都是加的都是来自魔鬼，从那个魔鬼那里那你会对我说你们那里没有奇迹吗？别说太多，在这里真有啊，但是我们不做广告这个，因为他是要说是真正的上帝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要拯救啊，那个灵魂呢不是要来做广告奇迹是。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其他的那个上帝的话，我们看一下那个格林多讲书，格林多讲书第6章第9节。等一下，应该是哥林多讲书第6章第9节。第9节，我们来念丰有说明我们都应该开心啊，听见了这个上帝的话会拯救你，别生气了推这个上帝的话吧不行啊。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那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意思是什么呢？就不能去天上的天那里，因为大住在那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上的天你们会问我是哪一个天上的天？那个在哪啦？你们稍等一下，你们那个技术员那里稍等一下，因为他们那里应该要用这个因为我经常说这个天上的天说实话，天上的天就你没看见在你头上的天就是魔鬼住在你头上的天，他们做那个灵魂出窍。我们那个真正的上帝就是住在那个天上的天那里申命记第10章第14节，看天和天上的天都属亚瓦你的神，包括那个地。
他有他的那个顶上的天。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上文的列王纪上第8章第27节，列王纪上第8章第27节，那个上帝就是那个写的要拜他就住在那个顶上的殿那里，这个就是亚瓦。好，那个要说下一周我还继续那个教你们呢。列王纪上，神果真住在地上吗？大不会。那殿和殿上的殿上界不住你居住的，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应该很清楚了嘛。那亚迪亚传给你的那个这种那个上帝不住在你们头上的殿，他就住在那个顶上的殿那里。那他就他住在顶上的殿那里。我们还看另外一个顶上的证明呢。你西米记第9章第6节，你唯独的你是亚瓦，你造了殿和殿上的殿，并殿上的王像。那个上帝创造了殿上的殿，就是那个亚瓦神呢。他是上界的，在大里面没有什么坏的东西，就有一种那个光明呢，没有什么脏的，没有什么坏的东西，所有坏的东西不能靠近他。在他那里就有那个伟大的那个光明，因为他是最伟大的那个光明呢，用荣耀归给你敬爱的亚法爸爸。那就人多不能上顶上的殿。那我们说话回来，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我们来念奉要说名字。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那按照上帝的话就问你要问你清楚，因为这个上帝的话是真正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假淫的、作乱动的、争男色的、偷窃当狼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就是那个顶上的殿，很清楚了吗？那你那里说了，一直说了，就是那你从来没有会到那个顶上的殿那里。所有的人跟着我们呢，就不再分罪呀。这个是正常的嘛。在我们那个教会里，像木匠有2000个多人呢。现在在你们那个其他国家那里，那你们现在能少看这个在月光上这个教导。那我说定了，这个长久的就转过去，在你们那里怎么分出来那个真正的上帝？就在所有的人在大里面都不再分罪，那你们先认真考虑。我们强调话，上帝的话，按照那个启示录第21章
第27节，也是上帝的儿子的，犯不坚定的，并呢行各种与虚幻之事的，终不得进呢正呢，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那你这个就是来说你们那个主人那里，那你浪费时间要拜那个假上帝啊！我马上答复你，真正的上帝不会听你的祷告。你现在不要立刻改掉了哦！我现在不再犯罪呀，别说谎，别自己骗你啊！只有对义的上帝会解脱你的罪啊，就是亚霍书啊，他说什么话了？因为耶稣让你们那个犯罪呀，那却救人多下地狱了，那你的耶稣你的结束就把你丢掉下地狱，那你先认真考虑一下，下地狱负责拯救你的灵魂，不是你的肉啊。亚法上父说定了，你这个你的肉本是尘土，人要归尘土，因为在你里面有个灵魂创造你，就是用那个生命呢继续把创造你。上帝赐给你生命呢，然后赐给你灵魂呢。下一次我们还要再学这个，下一次我会教你们呢。我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要拯救你们的灵魂呢。你去世后就要把审判你的灵魂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看一下，传道书第20章第7节，传道书第12章第7节，法语的话就是 ecclesiastic， 法国与中国话我不知道啊，就是那个他们负责把这个翻译。真都让归于地，真都让归于地。我不是来自要拯救你的肉，令人归于赐灵的神，那你的灵就会去神那里，那你这个灵要把它审判，按照那个上文字。人家要做他的审判，如果你做那个坏事，就你没办法就下地狱了，因为所有的权利就赐给了那个人家，然后他做他的审判，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把你审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按照那个上文字。小子们，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那里，在家里，你们在其他国家那里，都先注意好听啊，注意少看。就是约翰福音第5章第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是给他行审判的权柄，那你们人类先准备好，要审判你们那个人类，因为你被丢掉地狱，因为你已经通过了审判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
第20章，我们先说话回来，我们看一下上文的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第11节，我们在这里就说了那个有审判，你被审判的时候，就丢掉下地狱那里。你的罪不会拯救你，你先准备好，你必须通过这个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到第15节，我就看见一个白色的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倒闭，再也无可见之处了。有什么事了？我又看见了死了的人呢，无论的小都正在宝座前安全，大小人多，张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张开，就是生命册，那有你的故事在里面，要把那个张开，你做什么过就都在里面。这个就在电上的电那里，这个应该是最伟大的情况。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因为你被审判了，因为你是罪人呢，那要把你丢掉那个下那个地狱里。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第21章。第8节，我们等下还有那个刚才那个还有那个启示录第20章第15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我注意你有这个意见，你先拯救下你的灵魂呢。这个肉不是你的肉会杀你，就让你在犯罪呀，却你的灵魂不会死。要说来自就是要拯救你的灵魂，他要回去。为什么要审判你的肉啊？他就是那个鬼那个正途嘛。现在下地要拯救的时候，就是你们的灵魂。那你应该同意自己拯救你的灵魂呢？哎呀，你别自私。我们要看一下。启示录第21章第8节，你们先看。如果说你不信的话，就没办法，你就被扔在火湖里。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割赠的、杀人的、议论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话，他们分就在烧这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2次的死。那你们分就在烧这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2次的死。那些就是那个建议你，你先拯救你先自己拯救你，好吗？有人会对我说没有，哪里有那个火湖里没有啊？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在那个启示录第14章。那个上帝的话在哪了？上帝的，因为
那个就是那个启示录第14章第9节，到那个11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奉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会对你真的带不好，你想会改就他不会这样子对你。我们先有第3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摆烧火和烧香在额上或在手上烧了印记，这人也必和神大的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已不杂。这个就是那个为了他们那里对神那个有矛盾呢，反对上帝呀，他要在神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烧冬菇，就是一件呢，他烧冬菇的羊往上冒，直到永远让那些摆烧和烧香烧的明之印记的，但烧冬菇的羊往上冒，直到永远呢。我建议你先逼迫对这个上帝的话，你先逼迫一下，不然他们那里都遵守这个10条戒，都是救人呢，这个被废掉了，所有的人遵守这个10条戒都下地狱了，因为你是救人的，那你没办法，你就是下地狱了。这个不是只给你，你还要遵守这个10条戒啊，那你没办法就下地狱了。我已经说过了，所有的人那个跟随耶稣基督都是救人呢，没办法那个把那个除掉他的罪，然后没办法上天上的天，不能上天上的天，意思是什么呢？就下地狱了。那你先决定你会不会转过来寻找上帝。那个上帝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就是那个要拯救你的灵魂呢。是有的人呢就跟他碰到了，他怎么对他说？你先听一下那个正常的上帝的话，就是那个上帝把我摘来。在这个地球上住了，我以为没有教过这种那个教导呢，有的人那里会不高兴呢，因为我说过了10条戒被废去了，我只给过他那个证明呢，他就不说了。这个就是那个不只给其他国家，这个就是只给以色列国家那个宗少啊。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进去里面美国人、法国人多？那个就是魔鬼的那个教导，从那个魔鬼那里就是来自魔鬼，不可以就说这个10条戒，除了因为那个以色列国家不可以带那个在别的国家，然后把那个遵守。你先听耶和华的话，就所有的人多跟随他，就不会再犯罪。第一个的教导就是那个你们要跟那个10条戒离开。我现在在马达加斯加，因为我背出来的就第一个就是在那个马达加斯加这里。那他怎么说？对那个约翰福音第5章约翰福音第5章第14节，后来耶和华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呀，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呀。”为什么呢？
他是这样子说的，他的品味就这样啊，他就吩咐过人呢，不要再犯罪啊。如果说有人来到要说，他就这样子对你说不要再犯罪呀、那我咱们的就是要说的，但是因为他让我下来，直接从那个我们那里到你们这里，你们那里是在哪？那你不能看见这个，你们没有什么权利去那里，这个下一次再说吧，因为现在有这个脱节的，就是那个拔除掉的那个罪恶，那就正常的，那要说就是正常的上帝，因为要说的，但是又来了，那些呀就不会再犯罪呀，没有家里面没有一个罪恶还没犯罪过。那真正的上帝怎么说了？他说了，不要再犯罪呀。在马达加斯加那个教会里，现在有2000个多人跟随我，他们都下一次会做证据，他们都是证人嘛，他们都在我们那个教堂里都不会再犯罪，因为。要说两次说了，下一次的那个教导就是那个怎么说再要说里面都不会再犯罪呀？为什么？约翰福音，第8章，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就那个第10节到那个第11节，要说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夫人呢？那些人在那里呢？没有人等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要说我也不等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能看得见在屏幕上，他讲的话，不要再犯罪了。那上文就很清楚了，为了你们那里在家里烧炕，有人把这个翻译英国话、中国话、法国话，你们那里都先认真听一下这个真正的上帝的话。他怎么说了？他说了，不要再犯罪。那这个教导，你不可讨走了，讨教别人，这个不可以讨这个教导啊。如果说你听见了，你不可以讨这个。像第二刚才说什么？如果说我是从你们那个地上这里来自，我们都是一样嘛，我们都是要把耶稣击杀是就我也是救人的，那结果就是那个结果就是那个救人嘛，我就是给你们那个提前给你们说这个，但是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要知道这个真正的上帝不会定救人呢，你们那个假上帝那里就会让你就会把你丢掉那个地狱里，就你假上帝那里就被让
让你在火湖里要说的那个证人呢，就是那个夏天你们看过了，我们怎么过节了，在这里，上帝的孩子们多，不好再犯罪呢，我就告诉你们，然后叫你们多过来，因为有半个多人呢，就是看了别看了嘛，先少看好啊，也有160个人，有16万个人多看了别就是看了嘛。然后有2万3千个人呢，跟随这个教导，别当跟随着先悔改吧。你们先拯救你们的灵魂，不要只给魔鬼那个位置嘛，就是那个假上帝，不管是哪一个上帝，你们要把哪一个上帝都是假的。夏天又来了，就是要拯救你们的灵魂，你应该要同意，因为救人多，要下地狱啊，就丢掉那个火湖里那里，就好的，你先拯救你的灵魂呢，你之后你就是后救你下地狱，你让你丢掉火湖里，你们先看好那个12度的那个树嘛。所以有的人跟随这个上帝都不会再犯罪。我们看一下。我们要看一下，约翰，你们知道了，他想先出来就是那个，他会把除掉那个罪恶，你分酒的时候就大干糟掉你，你们知道主真相信是要知道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呀，在他里面没有罪呀。你们先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第3章第5节，他就是跟你说，那你为什么不确定啊？马上那个立刻跟随耶稣，你傲慢吗？别那样做的，你先决定转过来跟随耶稣啊，因为是有的人他们的那个不会再犯罪呀，他们的罪呀把那个除掉了，都有祸了，你的钱就你有那么多钱，那个不会做你有祸了。谁说的你有祸了？谁说了你那里饼干呢？你那里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直到跟那个魔鬼签个合同。哎呀，一点又来了，不要恐怕你有没有跟那个魔鬼签过合同？因为亚火书被钉着在大十字架上，然后他的血液流出来了，就为了拯救你。如果说你还在犯罪呀，那上帝的孩子的那个血流出来在十字架上没用啊。我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一定要死了，为了你，因为有个问题呀，这个人呢，是救人呢，只有一个办法，你一定要死了，才有办法把他们拯救呀。如果说我同意了下来，同意了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然后你再犯罪呀，那
我被杀了在十字架上，我没有什么用啊。如果你在他的位置，在我的位置，你同意了，我下来了，当救人呢？因为人都是救人呢。如果说我应该是他下来了，结果应该不会再犯罪呀。按照那个道理，你们那里不行啊。你们那里在犯罪啊？那个也说是骗人呢、所有的人跟随他多在犯罪呀、他不管你一直在犯罪呀、但是要我说这里呀、他不会同意你在犯罪呀、那他同意了，我下来了拯救你。那这个是真正的上帝，就是要说他被钉着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血液流出来了。第六章，约翰一书第3节，第5章，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呀。犯罪的是违章看见他，也违章认识他。犯罪的是违章看见他，也违章认识他，因为有说是真正的上帝，那你们那个哪里的那个上帝都是假的。我现在再给你们讲句这个亚法上佛和要说是真正的上帝，你们看过了，我们都在这里都不会再犯罪。我们看一下那个第8节呢，说有的人那个犯罪的话都是从魔鬼那里，那你们那里都是魔鬼的孩子。那耶利亚的那个建议别住在那个魔鬼的那个位置那里。第8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气质就犯罪。你们多你们都是属魔鬼。你们那里不会听我讲，不喜欢听这个，不会再犯罪呀。那个罪被除掉了。我们要看一下，那个是约翰福音第8章第43节到第44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因为在那里有个人我听不明白这个。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有什么原因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喜欢魔鬼的那个计划，要去酒吧喝酒偷东西，做那个坏的东西，做这个坏的东西，因为你们父的私欲，你们的父亲那里喜欢做什么，就你喜欢做什么。那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在他那里没有什么真理。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他怎么跟你说？他要让你抽大麻，然后你变成30，要说的大师写下来了，就教你真正的那个拯救者，就是要说然后我吩咐你们的灵魂呢，你们先转过来寻找要说，就是那些灵魂，就是从我们那里下来，你们多先转回来，转过来寻找真正的上帝。耶利亚
吩咐你们那里，你们多先转过来寻找你们那个创造主，你们先看一下要说的好处呢。约翰一书第3章第9节，约翰一书第3章第9节，所有的人跟随有说都有这个犯众神的就不犯罪。你们看了因神的道种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的，他不会再犯罪。犯众神的就不犯罪，就在要说这里，你还没到要说就必须再犯罪呀，因为你还没到大要说里面，就你必须再犯罪。如果说你敢说我不在犯罪呀，你还不在要说那个里面，那就你是说谎的人呢。今天我们就结束了，为了下一个的教导，就是那个第六个的，那我们多一块儿祈祷，欢迎你们来到要说这里，姐姐非常高兴呢，看到你们，我祝你们好，为了要说保佑你们呢，亲爱的亚娃爸爸，用荣耀归给你，把你举起，我赞美你，亚娃爸爸，你举起吧，因为你是至高的。我一直说了你的好处，你举起在最高的位置，用荣耀归给你。我求你祝福所有的话，为了赐给他们那个好处亚娃爸爸，我求你为了拯救人类为了把他们那个灵魂回去你那里，用荣耀归给你。我相信呢，你已经工作了，然后你过来，你的上帝呢，为了他们会转过去寻找你，我祷告了，奉耶稣的名字，哈利路亚，阿门呢。我祝你们好，为了要说保佑你们呢，今天应该你们可以问我提问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了下一次的课就是那个再见。